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另外是军国欢收看2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过了22天后，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19到24将在台南市举行。比赛总共22种运动项目。市府特别举办记者会，感谢各界对运动发展的全力支持。会中并颁发30件企业奖项的感谢状。伫个统一赛 Uniqlo 早来热情的啦啦队舞蹈表演，为活动献上上精神的资源以外，另外全中运的吉祥物大圆甲甜甜，嘛甲啦啦队来跳起专属的应援舞，为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将伫个台南举行来宣传。启动，为选手加油！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即将在4月19日到24日登场。台南市伫2023年才拄办完全国运动会，这煞迎来过了22天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嘛将伫个4月19到24，伫个台南要来盛大举行。市长表示，办理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除了靠中央的支持。另外，嘛爱地方的执行，甲着各界企业的全力小挺，希望透过市府甲企业的公私协力，会用个造互各选手勇敢来对棒，创造上好的成绩。其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对于台南来讲，是已经睽违非常久了。上一次
我们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已经是2003年了，距离现在已经22年了，这么久没有举办，我们觉得也蛮可惜的。所以说我们很勇敢的把它承接下来，优化了我们的场地，而且呢邀请全国最多的这个最大的运动赛事，总共有超过18000人来从长角逐哈。那全国运动会是全国等级最高的，但是它的运动选手人数大概12000，那但是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参与率更广，那运动选手人数高达18000以上，所以呢欢迎各位一起来台南这个古都，而且是科技新都，一起来体验最高对于我们参与人数最多、对于年轻的选手最大的鼓励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现场市长除了感谢各赞助企业、甲公庙、宗教团体，并且颁发感谢状。预计全中运的盛会，嘛将伫3月2日，要伫一在金城来点起，向前荣耀起点对台南开始。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根据了解，台湾药剂病每期的发现率甲洗肾的盛行率依然是世界第一。所以如何摆脱洗肾王国？南市卫生局伫每一当3月配合世界药剂病日，启动爱肾月，积极来宣导量查健康检查的重要性。同时，今年伫3月9号有大型的冲关活动，邀请大家拢来参加。今年扩大筛检，30岁以上就符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可以至医疗院所抽血检查，也可以参加行动医院，都测得到肾脏的数值哦。南市卫生局透过地局，要提醒大家量查检查药剂功能，早期治疗，千万唔通演变到需要洗肾的危险。马宣导药剂病3多3少4不1没有的预防考管。同时，因应3月第2个礼拜4的世界药剂病日，南市嘛启动爱肾月，结合各大医疗院所办理相关的宣导，就希望唤起大家对药剂健康的重视。中央政府对于推动肝的健康，包括疫苗，包括这个生活习惯，包括治疗，都已经非常着力很深了。但在肾的部分，我们台湾的洗肾率是非常高的。那肾脏病如何呢？在饮食上、生活习惯以及方方面面的对自己身体的照顾，如何这个保护你的肾脏，这个变得很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推动肾劝在握来让我们许多市民朋友们能重视自己肾脏的健康。宣导会中，台湾药剂医学会理事宋俊明都来分享推动药剂病防治甲照护的小撇步。南市医师公会理事长嘛早来健保署3月开始将扩大补助新药的消息。筛检出来我们的这个肾功能不好哈，那现在不用担心哈。那我们现在健保署这边也有把一种药哈。它是本来是一个排糖药了哈，那这个排糖药呢，听说对这个肾脏的功能哈，可以保护，可以延缓肾脏的变化哈，避免进入洗肾的阶段哈，所以这样健保局也是开放了哈，有条件给付，大概预估大概会有20万人可以因而受惠啦。为了进一步加深民众对药剂保健的观念，养成定期健康检查，卫生局伫3月9号嘛将举办大型的冲关活动，有精美的礼物销送。今天呢，我们希望民众一起跟我们来了解肾脏病，了解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发生，如何来控制。所以我们当天会有闯关的活动，好，那让民众呢，在这个寓教于乐的一个情况下，可以了解自己的肾脏，了解自己的疾病。那欢迎大家到我们东区龙山里的活动中心来共襄盛举。台南新闻军局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公告113学年的学期特殊教育助理员的时数核定，幼儿园送申请的有706件，不过当中竟有205件是挂零，无核准时数比例高达29%。对此，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的呼吁，要赶紧重新审查，避免影响特教生的权益。
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拢会申请助理员来陪伴。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指出，113学年度下学期申请特教助理员有706件，尚有205件，将近3成无通过。同款的学生伫顶学期会当申请297点钟、397点钟，即马全拢予教育局裁掉，总经费嘛对1600多万减少到1599万。我希望教育局能把这些特教的小朋友的时数还给我们。老师要安抚他的时候，也不像特教老师看到之后，有时候老师 PO 给我们那个照片，我也会很心疼。那我很希望说能够再往后恢复。有特教学生家长站出来，表示家己囡仔有自闭症，有了特教助理员进步真多。也毋过开学进前，常常接到通知，申请的时数无核准，烦恼会出问题。工会嘛呼吁要重新检视特教助理员的申请机制，让特殊学生得到协助，稳定教学品质。照顾好特教生，其实就是照顾好所有的学生。那政府或者是教育局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只从经费来考量，应该从教育现场的需求来做考量。所以我们希望说，教育局可以加快它重新审核的速度，让学校有机会赶快在开学之初就可以去把特教助理员聘回来。教育局重新亡羊补牢，你要做政策调整可以，请跟我们相关的卫政、社政以及我们教学现场专业的辅导老师做一个沟通。收到学校也是家长的反映了后，我嘛是有搁请学校来做这个补件，若是有追加特殊教育需求者助理人员时数的需求，阮拢会随时来补足。教育局强调，绝对以保障特教学生的权益为优先，已经依照需求增加大约500万的特教助理员经费，同时陆续通知学校补件申请，有需要会当随时提出来。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面对超高龄社会，为了加强长辈心理健康，市府社会局结合志愿服务推广中心，举办灵性照顾志工的教育训练，邀请大学教授甲护理长现身讲法，希望让志工会晓用专业的方式来关心长辈。台南市目前老年的人口大约36万人，占全市的人口19%。面对人口的高龄，社会更加重视高龄者的灵性照顾。因此，对113年，市府针对志工的训练，就加入灵性照顾，加入生命意义、自我价值探寻等灵性的训练课程。今年更加导入生死的教育课程，引导志工加入社区的长辈，正向来看待死亡的课题，让长者家己参与安排食老以后。甲着临终等生活。这个计划是由这个卫生福利部跟社会局指导的计划吼。那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台湾面临这个超高龄社会吼的部分哦，那来办理这个灵性照顾训练的课程。那今天呢，主要是办理生死教育的一个讲座的部分，让我们这个志工们对生死教育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这样，今天要讲的是什么？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我等下来讲啊，这一堂课2个重要的核心，一个重要2个字啊，核心概念就是2个字，叫做善终。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是个善终的局面，不管你怎么来，不管你怎么生，你到最后是追求一个叫做善终的局面，是吧？那老师猛力啊，什么叫善终？是啊，你认为有人讲得重点吗？他大声嘞，好死，第一讲的好死嘛，对吧？善终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就说我们现在善终很重要的理念是要善生啊。你要先谈善终的时候，你要先学会如何生活。待会老师会讲到我的善终，人生善终有4福，仔细听：生无忧，老无泪，病无痛，死无憾。我待会会讲到这4个概念。什么叫生无忧？什么叫老无泪？什么叫病无痛？什么叫死无憾？这届课程邀请南华大学生死学的助理教授蔡长颖。佮着台大病院婚姻的缓和医疗病房的护理长杜怡如担任讲师，分别针对现代社会中的生老病死，佮着临终的关怀佮生命陪伴等议题，并且分享因多年第一线的工作经验，和参与训练的志工拢收获满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遮。
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伫台南举办一系列文保来领导，推出文化资产科学保存工作坊的第6站，就前往市电古迹金华府，邀请专家学者来培养学员对文物保存、维护管理的基本认识，避免文物的危害可能的风险。摕到汉架详细检查庙内年俗，这间金华府伫2002年指定做市定古迹，因为欠缺文字维护保存观念，文化部文资局办理科学保存工作坊，对5条港金华府的历史工器安排2场理论课程，也佮有形象修复、沿海状况检视及年俗变开分析等实作。我们会依据每一个地方安排不同的课程，去符合他的需求。古稀跟我们一样，生老病死啊，生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啊老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啊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不要让他死，啊所以说文保来领导，这是一个散播文字的种子。这间庙位伫新隆街，对1830年高达有200多栋，是府城罕见以府号名的庙宇。唔单是5条港5大族群构成的守护庙，更见证台南市5条港的发展历史。咱这庙宇也是对长山过台湾这个故事、这个传统、这个典故内面引进过来，来到咱这。所以讲，伊是直接伫因本地原地因本地课价的制作都要请过来。古迹爱好好保养，才会当传传落去。希望透过工作坊的实务课程，互地方社区会当更亲自了解、关心、参与文化资产永续保存维护的工作。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讲到台南的美食牛肉汤，应该是公认的。对此有产业者就生创意，将牛肉汤加入披萨，直接温来食，也有直接变成刷刷锅，口味相当的特别。台南的牛肉料理有多百变，除了受大家喜爱的牛肉汤，还有牛肉汤泡饭、牛肉汤鸡尾酒等等，甚至直接把披萨挖洞，中间加入牛肉汤，变成牛肉锅披萨，吃起来还看干，看起来很特别，然后就买来试试看，然后我觉得意外的。竟然是蛮搭的，而且我觉得蛮好吃的。住台那么久，我是觉得不要玩台南的牛肉汤啦，因为它那个口感蛮特别的，不是牛肉汤的口感。对啊，我原本以为是可能是汤水这样，结果是砍干。台南人对这款披萨看法不一，在网络上也掀起一波话题。不过更有业者突发奇想，直接把牛肉汤变成涮涮锅，汤头以牛大骨及蔬菜熬煮，口感鲜甜。为了区别，不是选择一般的温体牛，而是和牛。一样，我们可以在汤里头穿烫3到5秒左右。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如果比较可以吃再深一点，肉质会更软嫩的话，我们可以将肉质放在碗里头，然后舀热汤下去，让它滚烫一下。这样子的肉质会更鲜甜。牛肉汤料理各有不同，不管是变成锅还是结合披萨，都是冲击味蕾的美食。记者邱快台的报道。这5年来，六家路易松的名声已经成为游客到六家一定要拜访的景点之一。在过年期间，在新营设立的女娲娘娘装置艺术，现在嘛进驻六家路易松南区，嘛互原本今年的路易松季将在2礼拜结束。不过因为旅行降临，公司目前正规划延长登记。落羽松随季节转黄变红，林间水面倒影，充满诗意的画面，令人流连忘返。台南六甲区有着全国最大面积的落羽松林区，不少游客把握落羽松季结束前，专程规划来台南旅游，就是为了一睹这梦幻美景。六甲落羽松赞不赞？
六甲遮的落羽松，遮的风景安怎？哦，有够赞。阮来遮翕相嘛翕足多。啊，恁倒位来的？阮台中市大甲区，很漂亮。你的公长咧，遮少年。六甲落羽松林区原本只是个地区秘境，经市府这些年的推广，以及各种可爱造型的装置艺术搭配展出后，目前已成为台湾热门景点之一。六甲落羽松本来从那个咱的是一个秘境啦，经过这5-6年黄伟哲市长大力的支持下，现在已经变成是全国的观光景点啦。六甲的落羽松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国热门景点？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啦。第一，咱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啦，美国最大，总共有2.24公顷，有11区，将近3000棵的落羽松啦。我们每一区的一个落羽松，它所构成的一个风貌都不一样了然后第二，我们还加了一些我们的一个环保局借的一些那种纸浆做的环保的我们之前有北极熊啊，还有那个绿野仙踪之类的一个动物啦有一个童趣，充满童趣让来这里落羽松的观看的小朋友也有那个童趣之乐啦。除了各种地方特色的装置艺术，春节期间在南营绿都新展出的女娲娘娘，为了今年的落羽松季，女神特别降临了六甲区。右后方那边有一个女娲娘娘了这个也是我们公务局它在那个春节期间做一个展览本来在我们南营绿都新来展览然后它期满的后，我们借来我们的落羽松然后女神降临落羽松然后来这里，让我们的一个来这里的游客一切平安啦。看到外地游客到访，区长陈启荣也特别送给大家六甲落羽松的明信片，让游客把这国家级的美景带回家。陈启荣表示，为了女神降临，公所目前研议将2025六甲落羽松季延长到3月9号，欢迎民众把握最后展期来欣赏六甲之美。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近期台南除了地震以外，灾害嘛袂少。为了建立更完善的防救灾紧急应变机制，东区公所结合信联休闲娱乐的2间旅馆，作为暂时收容安置的所在。另外，湘军行业嘛关进发电机等器材，第24号一并签订支援协定，强面运行。强调提供有温度的服务，给客人一份温暖归属的欣然休闲娱乐。有感灾害一发生，安置灾民就是最即刻要紧。特别在嘉义大地震、南溪等受灾为鉴，所以公司旗下2间商旅都将投入东区灾害防救体系，贡献一份力量。南溪的大地震，那刚发生的时候，其实那个当下我就有想到说，万一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提供这样的帮忙让社会上需要的人可以有这样的算是短期栖身的地方。好，那刚好区长他们这边刚好有这样的计划，刚好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旅馆的理念既然和东区区长黄炳源一拍即合，24号双方除了正式签订优先支援协定，2馆都将作为收容安置灾民的处所，同时也结合湘军兴业的发电机和抽水机等救难资源，进一步增加东区紧急应变能力。从应变中心的那个发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持续连续，那在10分钟以内，我们就到达现场，看怎么处理。那一直这2年下来的话，都还蛮顺利的，也可以共襄盛举，让各个的那个更多的厂商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来大家来参与。每一次大地震或是每一次灾害，都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检讨咱规个资源协定建制，也是讲咱的量能的部分需要有安怎一个加强。我想这些量能都是备而不用的啦吼，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邱董事长这一边能够将他旗下的2间非常棒的一个文旅能够提供出来，让我们的灾民备而不用。希望我们当然不希望去用到，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真的能够提供我们一个非常棒、有一个温馨相加的一个感觉。在这场公司协力的灾害防救仪式当中，东区里长联会会长董金龙和许多里长以及议员服处代表也都踊跃到场见证，希望吸引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强化东区韧性。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收看2月25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吉，咱再会。
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让你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呐。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审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APP。